大家好，Hello，大家好，大家早晨啊，又嚟到咧我哋嘅營養教室嘅時間啦。咁聲音 O 唔 OK 咧？聲音聽落都 OK 嘅話，我哋就準備上堂啦。咁大家早晨啦，我係拉拉營養師。咁今日咧，我哋要講到嘅咧係深海魚油，我哋嘅 Herbalife Line 嘅一個營養嘅資訊啊。咁其實咧，我好中意呢個 Herbalife Line 佢嘅命名嘅。大家知唔知道點解我哋嘅深海魚油叫 Herbalife Line 咧？點解唔叫 Fish Oil 嘅？咁Life Line 咧就係你嘅生命線嘅意思，即係咧你跳 Bungee Jump 嗰陣時咧拉住你嗰條繩啊，因為你哋係救命線嚟嘅。咁其實咧就係好深刻咁樣形容咗魚油喺我哋嘅健康上面嘅重要性啦。其實咧魚油咧，我哋可能會知道有 Omega 3啦。咁其實 Omega 3係用嚟做乜嘢嘅咧？點解成日講 Omega 3要咁重要咧？咁點解要叫 Omega 咧？又或者我哋市面上有咁多嘅魚油，點解我哋要揀 Herbalife 呢一款魚油咧？咁我哋今日都會係同大家介紹嘅。咁我叫歐陽嘉美啦，大家其實都可以叫我 Lala 營養師嘅。咁目前咧係台灣嘅 Herbalife 嘅特約營養講師。咁同時咧，其實喺台灣生活咗好耐啦。有喺學校啦、醫院啦，或者係健身中心咧做營養教育相關嘅工作嘅。咁今日亦都好榮幸啦，再度為大家介紹 Herbalife 嘅各式各樣嘅優質嘅營養產品。咁其實咧Omega 3成日聽到 Omega 3究竟係啲乜嘢嚟嘅咧？咁點解呢個魚油要叫 Omega 咧？咁其實 Omega 唔係魚油嘅意思嚟嘅，即係魚油入面咧有脂肪酸嘅名。咁其實咧，我哋主要就係希望食到魚油入面呢個油脂嘅呢個脂肪酸。咁其實咧，我哋成日都講有一啲好嘅脂肪或者壞脂肪，點樣去分辨咩脂肪係好，邊啲脂肪係唔好咧？咁其實脂肪酸咧喺我哋嘅分類入面咧，有分不飽和脂肪酸同埋飽和脂肪酸嘅。咁其實冇話邊隻係好或者邊隻唔好，咁只要適量咧，其實都係人體所必須嘅。咁經常聽到呢個飽和脂肪酸咧，其實譬如豬油啊、牛油啊，甚至於呢個椰子油啊，其實都屬於飽和脂肪酸嘅。咁不飽和脂肪酸咧，佢係有分嘅喎，有分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同埋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咁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咧就係譬如 Omega 9啦、Omega 9嘅呢個橄欖油就係屬於 Omega 9嘅。咁如果咧係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咧，佢又有分另外兩種，叫做 Omega 6同埋 Omega 3。咁所以 Omega 3其實係屬於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嘅一種啦。Omega 6咧就係我哋成日食嗰啲譬如花生油啊，或者係葵花籽油啊，呢啲就屬於 Omega 6嘅。大部分嘅植物油都係 Omega 6。咁 Omega 3咧，最主要就係呢個魚油嘅來源啦。咁如果我哋成日聽到奶粉廣告咧，話咩 DHA 啊，其實就係 Omega 3嘅一種啦。咁另外咧 EPA 亦都係 Omega 3嘅一種嘅。咁到底點解要叫 Omega 咧？咁點解唔直接叫脂肪酸9咧？咁其實 Omega 咧就係主要係因為要睇翻呢個脂肪酸嘅結構。脂肪酸咧，其實你可以想象下，佢好似一條鐵鏈咁嘅。咁呢啲鏈咧係由碳所組成。其實脂肪酸就係由碳氫氧呢啲元素去組成。咁呢個碳咧就係一圈一圈咁樣組成一條鐵鏈咁樣。咁有一邊咧就係 OH 嘅呢邊咧叫 alpha 嘅。咁另一邊 CH3 呢邊咧就係Omega。咁所以其實咧係睇翻呢條鐵鏈嘅左邊有一邊叫 alpha， 另一邊叫 omega。所以我哋聽到咩 alpha、beta 啊、theta 啊，跟住數就會數到去 omega。咁所以喺佢末端 omega 呢邊咧，佢其實呢個鐵鏈上面有一啲叫氫鍵嘅嘢嘅。呢個氫鍵咧就好似可以接得埋嘅鐵鏈咁樣。咁佢有啲位咧，其實同其他位唔係好一樣嘅，有氫鍵喺上面。咁如果呢個氫鍵咧，第一個位喺 omega 數過嚟，第三個碳即係 omega 3呢個位咧，呢啲脂肪酸就叫 omega 3啦。所以其實咧，DHA、EPA 呢啲咧就係喺佢嘅碳鏈數過嚟，第一個雙鍵咧係喺 omega 3呢個位置，所以就叫佢 omega 3。咁
Omega 6咧就喺第6個位置，係第一個啦，第一個相見嘅位置係 Omega 6呢度。咁如果第一個位置係喺 Omega 9呢邊咧，就係叫 Omega 9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命名主要係睇翻佢數過嚟嘅 Omega 呢個位置啦。咁通常 Omega 3咧，佢就係相見特別多嘅，即係佢3、6、9、12咁樣數落去，就有5個甚至6個氫鍵，即係呢個相見。所以咧，佢嘅特性係比較柔軟嘅，即係咧佢係比較流質啲嘅。你可以諗下，豬油喺室溫之下係固態定係液態咧？其實係固態咪一嚿咁啊，因為牛油都係。但係咧魚油咧，佢喺室溫之下佢都係液態嘅喎。主要就係睇翻相見越多，通常佢就會越流質嘅。咁你諗下啦，如果咧你今日食好多豬油，即係咧你個血液入面好多呢個飽和嘅脂肪酸嘅話，其實飽和脂肪酸就係代表佢成條碳鏈一個氫鍵都一個相見都冇。咁呢啲咁結嘅油脂咧，其實係呢個血液入面就係比較容易凝固啦，比較容易塞住血管嘅。咁如果係 Omega 3咧，仲比較流質嘅油脂咧，就比較冇咁容易塞血管啦。所以呢個相見咧係會去影響到呢個油脂佢嘅特性嘅。咁就係因為咧呢個 Omega 3佢有好多嘅相見，所以咧就會令到佢有好多對身體好好嘅一個功能啦嘅特性。咁我哋睇下究竟 Omega 3喺我哋人體有幾咁重要喎？其實自古以嚟咧，我哋都係有攝取到呢個海洋生物入面嘅 Omega 3嘅。咁又要睇翻啦，原始社會咧，其實啲原始人咧，主要係人類嘅起源係非洲啊嘛。咁以前咧呢個大陸板塊啊，地球上面嗰啲板塊咧會移動嘅。咁其實咧有一班嘅原始人咧係同一個始祖。咁呢個板塊咧分開咗做3塊喎。有一啲原始人咧就被分派咗去呢啲內陸地區。咁有一班原始人咧就係生活喺海洋附近，喺沿海地區。咁佢哋就可以好輕易咁樣攝取到一啲海鮮啊、一啲魚類啊，去攝取到一啲 DHA、一啲 Omega 3。咁呢一班有食到魚嘅原始人咧，就漸漸咁樣演化成現代嘅一個現代人。咁佢哋腦部咧嘅體積咧係大約3倍嘅。咁其他分配咗去內陸嗰邊嘅原始人咧，佢哋就滅絕咗啦。所以 Omega 3其實有好多嘅考古研究咧，發現喺人類大腦進化上面咧係扮演咗做一個非常重要嘅角色啦。我哋能夠演化做現代人啦，有比較複雜嘅情緒啊，比較複雜嘅一個社會文化，都係因為可能係主要係因為食咗呢個 Omega 3入面有 DHA。令到我哋嘅大腦進化嘅功能比較好啊，所以其實咧 Omega 3一個其中一個最主要嘅作用咧，就係改善我哋腦部功能。因為成日聽到啲奶粉廣告話我哋呢隻奶粉加咗啲 DHA 落去啊，咁其實咧 DHA 對小朋友嘅眼睛啦、視網膜發育啦，或者係腦部啊各種神經嘅系統咧嘅發育都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其實都有好多研究發現咧，如果你係要希望小朋友佢嘅學習力比較好咧，其實大肚嘅時候就應該要開始食 Omega 3啊。係有好多研究發現咧，大肚嗰陣時你有食到 Omega 3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提升小朋友喺佢9個月啊，或者係喺12個月嘅時候咧，再測試呢啲小朋友嘅解決問題嘅能力嘅時候，發現有食 Omega 3嘅嗰一班孕婦生出嚟嘅小朋友咧，呢啲小朋友佢哋嘅學習能力啦、協調能力啦、解決問題嘅能力咧係比較好嘅。咁另外咧，其實老人家都需要食嘅喎，因為咧 Omega 3，尤其是 DHA 啦，可以預防失智症嘅發生，即係老人痴呆。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改善一個記憶力嘅功能嘅，所以Omega 3老人同小朋友都可以食。咁另外咧，如果成日唔開心啦，有憂鬱症啊，或者一啲身心狀況嘅問題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去補充到 Omega 3嘅。咁有研究發現啦，其實如果有補充到 Omega 3嘅話咧，呢個憂鬱症復發嘅機會係比較低嘅。咁比較特別啲咧嘅係憂鬱症要補充嘅 Omega 3嘅來源咧係 EPA 為主嘅。EPA 佢嘅幫助係比較大嘅，而小朋友同老人家咧係會以 DHA 嘅幫助會比較多啲。
咁另外啦，Omega 3有一個最主要，亦都研究非常之廣泛嘅功能咧，就係保護心血管。咁其實咧，只要我哋每個禮拜食1到2次嘅深海魚，心源性猝死啊，即係譬如中風、心臟啊、心臟心肌梗塞啊呢啲，猝死嘅風險咧係可以下降50%嘅。咁其實咧非常之廣泛，非常之多嘅研究咧係發現補充 Omega 3咧，無論係你補充300毫克每一日，或者係補充到4000毫克每一日咧，都有佢嘅功能存在嘅，可以降低一啲譬如心血管嘅疾病，譬如腦部啊、中風啊，或者冠心病啊等等。已經係佢嘅實驗嘅結果咧，佢嘅功能嘅結果咧係已經毋庸置疑嘅，即係只要係有加 Omega 3落去，你去參與呢個保護心血管嘅呢啲研究咧，幾乎都係一個正面嘅影響。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嘅眼睛嘅健康啦。Omega 3咧可以幫助我哋嘅視神經嘅功能啦，同埋我哋眼睛視網膜上面有個地方叫黃斑部。呢個黃斑部係形成視野最清晰嘅一個地方。咁補充呢個 Omega 3，尤其是 DHA 咧，可以去預防呢個黃斑部病變啦。早期黃斑部病變嘅風險可以下降40% 嘅，佢嘅功能幾乎同葉黃素嘅一個功能係差唔多嘅嚇。但係咧DHA 咧亦都係可以有另一個功能嘅，即係改善呢個乾眼症。有啲人上咗年紀之後咧，成日眼睛會覺得唔舒服嘅，所以其實都可以去補充呢個 Omega 3啦，促進淚液嘅分泌，咁眼睛咧就覺得冇咁乾啦。另外 Omega 3咧，亦都係好適合一個父母啦，有準備做父母嘅人咧，都係好適合可以補充呢個 Omega 3嘅，因為 Omega 3尤其是係 DHA 咧，具有預防早產啦，同埋改善小朋友嘅出生體重嘅功能。另外咧，其實有好多父母有好多嘅男女咧不孕嘅問題咧，其實單只係女仔嘅問題嘅，有50% 其實都係同男人嘅一個生育能力係息息相關。所以咧有研究發現啦，其實男性有補充足夠嘅 Omega 3，尤其是 DHA 咧，可以改善佢哋呢個精蟲嘅活性，同埋精子佢入面嘅呢個 DHA 嘅含量，咁令到呢個精子入面呢個 DNA 咧能夠受到保護啊。所以其實咧有4個族群咧係必須要有足夠 Omega 3嘅，譬如呢個腦部發展嘅小朋友啦，或者需要腦部去保養嘅呢個老人家啦，心血管要保養啦，又或者係眼睛嘅保養啦，同埋計劃生育嘅呢一班父母咧，其實都需要去補充咧 Omega 3。咁其他其實 Omega 3佢嘅研究係非常非常之多嘅。如果係俾我24小時咧，其實都講唔完嘅。但係咧呢啲只要你有呢啲問題咧，其實不妨都可以補充下 Omega 3。頭暈身興啊，有啲咩感覺啊唔舒服咧，其實都係拍2粒魚油，話唔定咧就會有一個好好嘅效果。呢啲都係有經過好多嘅研究發現咧，Omega 3嘅一個好處。所以其實講咁多啦，其實大家亦都會了解到魚油啦、Omega 3啦，我哋所講嘅 DHA 啊、EPA 呢啲咧，都係對我哋嘅身體有好大嘅幫助嘅。所以其實 Omega 3要食幾多咧？要有啱啱講到嘅呢啲功效嘅話，我哋到底要食幾多先至夠咧？咁根據呢個美國心臟協會嘅建議啦，其實係比較希望每個禮拜可以食到2次嘅高油脂嘅海洋類嘅魚嘅。咁你可以諗下，你上一次食魚係咩時候？你一日可以食到幾多魚咧？一個禮拜食到幾多魚咧？嗰啲蒸嘅鯽魚啊，或者石斑魚呢啲唔算嘅喎，因為咧你要食到係高油脂嘅魚類啊。要食，如果係食到魚肉咧，計翻做魚肉咧，大概係200克嘅魚肉一個禮拜。咁所以其實咧，大概係2個手掌啦，2個手掌嘅大細啦，嘅魚肉喎一個禮拜。而且咧，你要揀翻係食呢一啲魚，譬如三文魚啊、青魚啊、沙甸魚啊、
呢一啲係比較油脂 omega 3嘅油脂比較高嘅魚類。咁如果你今日係食魚油嘅話咧，你每一日咧最好係補充到300到500毫克啦。如果本身有血脂嘅問題咧，甚至可以補充到2000到4000毫克，即係2到4克咁多嘅呢個魚油嘅。所以其實魚油佢嘅安全性係好高啦，可以食到好高嘅劑量都 OK 嘅。咁其實大部分嘅人咧都係不足嘅，即係 omega 3喺飲食入面呢個攝取量其實係非常之不足嘅。所以大部分嘅人都會透過使用魚油嘅膠囊啦，去補充翻 omega 3嘅。咁去到藥房咧，就會發現有好多魚油可以揀嘅，有啲叫魚油，有啲叫魚肝油。咁其實要點樣揀咧？好似喎，兩啱多咗一個字啫喎，魚油、魚肝油。咁你要睇翻佢入面嘅成分同來源啦。因為魚油咧，佢係取自魚嘅脂肪嘅。咁魚肝油咧，顧名思義啦，佢就係取自魚嘅肝臟。咁佢入面嘅成分咧就完全唔同。魚嘅脂肪咧，佢主要嘅成分就係 omega 3啊，即係我哋啱先提到嘅呢啲 DHA 啊、EPA 嘅好嘅功效嘅一個成分。咁魚肝油都唔錯嘅，魚肝油其實係比較適合俾小朋友食嘅。咁佢可以幫助咧你補充翻呢個維他命 A 同埋維他命 D。咁omega 3嘅作用啦，主要係啱先提到嘅，譬如腦部啊、心血管嘅功能。咁維生素、維他命 A 同維他命 D 咧，主要就係作用喺呢個眼睛啊、視網膜嘅發育啊、骨骼嘅發育啊。大家都話曬太陽可以吸收呢個製造呢個維他命 D 啊，可以幫助骨骼發育咧。咁如果你好少曬到太陽啊，譬如而家疫情之下你隔離啦，已經好多日冇出街嘅話咧，可能會缺乏維他命 D 嘅。咁其實補充魚肝油都係唔錯嘅選擇。但係如果你要有啱先我哋提到嘅一啲好嘅功效啊，對腦部啊、對於眼睛啊、對於生育系統啊有幫助嘅話咧，你其實係要揀翻呢個魚油，係會比較適合每一日使用嘅。咁魚肝油咧都唔可以任意咁樣食得太多嘅喎，因為維他命 A 啊、維他命 D 呢啲脂溶性嘅維他命咧係比較容易累積喺我哋肝臟同皮膚上面嘅。如果食得太過量嘅話，甚至會中毒。所以適量就 OK 嘅啦，即係魚油同魚肝油都係適量會比較 OK。咁你要揀翻啦，比較適合每一日食用嘅話，係魚油會比較適合嘅。咁如果我今日唔食魚啊，我係素食者，素食嘅話，咁有冇一啲 omega 3嘅來源嘅選擇咧？係有嘅，亞麻仁油咧，呢個 flaxseed 咧，都含有 omega 3嘅，即係佢嘅 omega 3嘅形式有少少唔同。咁亞麻仁油啦，佢入面嘅 omega 3嘅類型咧係 ALA 呢一種都屬於係 omega 3嘅，只係佢食到人體入面咧，佢需要做轉換做 EPA 之後咧，再轉換成 DHA。咁所以佢喺人體咧係需要再經過一個步驟，先至可以俾人體使用嘅呢個活性嘅成分去EPA、DHA 去使用嘅。咁咧 ALA 佢喺人體入面嘅轉換率咧，其實只有5到15% 嘅啫。所以如果你今日並唔係一個素食者，你係食魚又得食肉又得嘅話，咁強烈建議你咧直接食魚油會比較好啲。咁如果你今日係素食者咧，亞麻仁油都會係一個其中嘅補充 omega 3嘅選擇嚟嘅，但係佢嘅效率就冇咁高啦。咁所以一般人咧會比較建議係使用魚油嘅。咁另外咧，成日都會聽到另一個油咧叫藻油，尤其是大肚婆啦就會去揀藻油嚟食嘅。咁其實藻油同魚油佢有咩分別咧？藻油入面咧就係真正有活性嘅 DHA 啦，同魚油一樣，魚油嘅 DHA 係一模一樣嘅，所以佢嘅吸收率咧就都幾好嘅，佢唔需要喺人體再度嘅轉化。咁海藻油佢嘅缺點就係咧 EPA 嘅含量比較低，所以如果你係一般嘅保養啊，一般你要有譬如預防憂鬱症啊，或者係心血管嘅保養嘅話咧，食翻魚油其實係會比較建議啲嘅，因為佢又有 EPA 又有 DHA。咁如果你今日啦係大肚婆，會比較建議咧初期食魚油，後期食海藻油嘅。
咁我哋陣間會再講翻原因係點解咧？點解後期要食不含 EPA 嘅呢一啲Omega 3嘅來源？咁如果你去揀呢個魚油嘅時候咧，亦都會有佢形式上面嘅唔同嘅，而且佢個包裝上面咧唔一定會寫呢個魚油佢究竟係邊一種形式嘅嚇，一樣係 Omega 3啦，但係咧會有分 E 型同 TG 型嘅喎。E 型咧就係脂化過後嘅脂化呢一個人工脂化之後嘅叫做 E 型，咁佢嘅吸收率咧會係比較低啲。咁濃度可以拉得高啲嘅，濃度係可能會拉到去70%，但係佢嘅吸收率咧就會比較低啲，成本亦都比較低嘅。佢比較似係初期嘅萃取出嚟嘅形式，用一啲有機溶劑咧去萃取出嚟嘅人工脂化嘅形式，係成本比較低啲，吸收率比較低啲嘅。咁如果係 TG 型咧，就係三酸甘油酯嘅形式咧。係天然嘅形式嘅，魚入面其實就係 TG 嘅形式，咁嘅吸收率咧會比 E 型咧高出37%到54%。咁另外咧就係佢比較天然嘅原本嘅形態，比較適合人體去吸收嘅。但係佢少少嘅缺點咧就係濃度會比較低啲，濃度大概會係30%到40%。咁成本係比較高嘅，佢係 E 型之後咧要再去純化之後先會係。變咗做 TG 型嘅，咁佢嘅呢個挑選嘅魚種咧係會比較嚴格啲嘅 TG 型，所以其實咧如果你係要揀翻呢個魚油啦，你可以問翻藥房嘅人啦，或者特登去睇下佢嘅包裝啦，有冇寫TG 形式咧係會比較好啲嘅。咁揀魚油啦，梗係要揀大粒啲啦，係嘛？有人就覺得係咪大粒啲咧，梗係抵啲啦。咁其實咧就唔一定嘅，主要你係要計翻佢嗰個總共入面有幾多 Omega 3嘅，因為其實有分純度嘅，即係1000毫克入面唔一定係全部都係 Omega 3嚟嘅喎，基本上市面上冇100% 都係 Omega 3嘅一種魚油嘅。咁你睇翻，如果有啲咧佢係稀釋過嘅，純度淨係得10% 嘅話咧，其實你就算食到1000毫克一粒好大粒咧，佢入面可能淨係得100毫克入面100毫克嘅 Omega 3喺入面嘅啫。但係如果咧，佢細細粒，但係純度好高嘅，純度到40% 嘅話咧，其實計翻，話唔定 Omega 3嘅量仲更加高喎。所以最主要咧，唔係睇佢係咪咁大粒，係要睇翻佢個純度有幾 percent。咁通常都會寫翻嘅個純度。咁係咪？魚我要揀越大條啊，佢嘅來源越大條越好咧。譬如拖羅啊呢啲吞拿魚啊、旗魚啊咁大條，咁佢 Omega 3肯定係越多啦。咁但係咧，雖然其實 Omega 3係多嘅，但係咧怕有重金屬啊。呢啲大型魚咧，其實有可能體內會累積到呢個重金屬，譬如水銀啦。或者係呢個多氯聯苯啊 ，PCBs 咧多氯聯苯，譬如成日聽到咩戴奧辛啊、二惡英啊呢啲咧，其實都有可能會累積喺呢個大型魚入面嘅。冇辦法避免嘅就係工業污染，環境上面嘅污染啦，令到有一啲大型嘅魚類咧，因為佢已經生活咗喺海度好耐，食其他嘅小魚咧，佢喺體內比較容易累積重金屬嘅。累積喺佢嘅肝臟或者累積喺佢嘅脂肪入面，所以如果長期食用呢啲大型魚嘅話咧，有可能會令到婦女有不孕嘅情形啦，或者係有流產嘅情形，或者神經系統咧係會受到傷害嘅。有好多研究發現，如果重金屬累積太多咧，甚至同呢個老人痴呆係有關嘅，或者咧。重金屬喺體內過高嘅咧，亦都會破壞我哋嘅免疫系統啦，或者增加呢個心血管疾病嘅風險。所以咧，無論你係揀魚油又好，或者你平時食魚揀魚都好啦，盡量揀小型魚係比較好啲嘅。重金屬污染嘅風險係比較低嘅，甚至於美國呢個 FDA 咧，美國 FDA 亦都建議翻小朋友或者係大人咧，孕婦啊，哺乳中嘅呢個媽媽咧，都係唔適合食大型嘅海水魚嘅，所以咧小型魚啦係比較建議嘅，譬如一啲沙甸魚啊、青魚啊，其實都會係 Omega 3嘅良好嘅來源，而且咧比較冇重金屬污染嘅危險啊。
嚇，所以咧另外食魚油都需要注意嘅。啱啱講翻啦，好多嘅係點樣去揀一個好嘅魚油啦。咁如果你今日已經揀咗一個好嘅魚油啦，但係有以下呢啲狀況咧，你都要諮詢翻醫生究竟可唔可以食喎？譬如你食緊呢啲降血壓嘅藥物啦，或者係薄血藥啦，一啲抗血脂啊、抗凝血嘅藥物咧，你都要問翻醫生㗎喎。因為咧魚油本身就具有降血脂或者降血壓嘅呢個功用，所以如果同時同藥物合併去食咧，有可能會令到藥物嘅效果更加加成啊！咁營養師咁樣唔係一件好事咩？令到藥物更加加成，但係咧有可能會過度嘅抗凝血咧，令到你唔小心俾把刀割親咧，就血流不止，係有可能嘅。所以咧如果你食魚油咧，但同時你又有食血壓啊、血脂呢啲藥咧，一定要問翻醫生建唔建議你去食用魚油。咁另外就係生產前後啦，啱先講翻，點解有啲大肚婆會特別揀早油去食咧？咁其實因為魚油有呢個抗凝血嘅效果啦。咁如果你今日咧係剖腹產嘅，或者你其實生產嘅時候其實都會有流血嘅機會啦，咁就會比較怕凝血嘅功能受到阻礙咧，會造成危險。咁所以咧，其實比較建議咧，係你懷孕7個月之前咧，係可以食魚油嘅。EPA 其實對小朋友嚟講都係必須嘅，但係你7個月之後咧，就開始有機會可能會生產啦。突然之間要生都有可能嘅，咁呢個時候咧就會食翻只含有 DHA 嘅油脂會比較好啲。譬如有啲係專門已經純化咗孕婦專用嘅魚油，又或者早油咧，都係會比較安全啲嘅。咁到咗你嘅傷口，即係生完仔之後咧，傷口完全地康復啦，已經愈合咗啦。咁呢個時候咧，其實都可以轉翻去食魚油嘅喎，因為魚油始終有翻個 EPA 喺度咧，係小朋友需要嘅，所以長期只係食早油咧，有可能係唔夠嘅，所以會比較建議翻你生完之後咧，都係可以轉翻做魚油去食。咁另外就係手術前後啦，一樣嘅意思啦，你只要有出血嘅，或者係你需要解開呢個皮膚嘅話，有出血嘅機會嘅話咧，都係要問翻醫生嘅意見，睇下可唔可以食用魚油嘅。所以咧，我哋其實講咗好多，哇，點樣去揀一個好嘅魚油咧？其實再尋尋覓覓點樣再去揀咧？其實喺 Herbalife 咧，其實就有一個好好嘅魚油嘅來源啦。我哋 Herbalife Line 咧，就係一樣啦，同靈身一樣，係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Dr. Luis Anaro 去幫我哋研發。另外咧，Herbalife Line 咧，我哋嘅深海魚油咧，亦都係比較高嘅純度啦，38到42%，咁係比較好吸收嘅 TG 形式嘅 Omega 3。咁另外咧，佢嘅來源咧係嚟自北大西洋嘅一啲小型嘅魚類。咁可能會講，小型魚類有可能咧海入面有污染喎。咁當然啦，我哋每一批咧亦都會再做呢個嚴格嘅重金屬嘅檢測。所以咧，就算用咗小型魚，亦都要好謹慎咁樣咧去檢測翻有冇重金屬殘留嘅問題啊。咁另外啦，就係有好多人咧驚食魚油咧，係吞咗之後咧，打嗝或者打嗝嘅時候咧，會有呢個魚腥味咧，好可怕。咁其實咧，我屋企小朋友咧都有食深海魚油咧。佢可以咬爆我哋嘅 Herbalife Line 嚟食嘅喎，我有問佢唔怕好腥咩？或者有咩味啊？因為佢話甜甜地啊，覺得幾好味啊。咁其實咧就算你咬爆我哋嘅魚油咧，佢都係一個香草嘅添加咗一啲麝香草啊、丁香啊、薄荷油嘅味道咧，所以接受度係非常之高嘅。即係細細粒咧係好好吞嘅。大人細路其實都好需要去補充咯。所以咧如果你去揀魚油嘅時候咧，一定要揀翻啦，有重金屬檢測報告嘅魚油咧，係比較安心啲嘅。咁我哋 Herbalife Line 咧係有每一批都做嚴格嘅檢測，所以係可以好安心咁樣食用嘅。所以幾時適合食用咧？飯前定飯後咧？
係比較建議係飯後嘅，因為研究發現咧，飯後食用魚油佢嘅吸收率係比較高啲嘅。主要係因為飯後咧，你食飯，你食一啲餐點嘅時候咧，你嘅食物入面本身有油脂，咁咧油脂咧其實都可以幫助一啲脂溶性嘅營養素一齊更加好嘅吸收嘅，所以你只要有食到一啲脂溶性嘅營養素咧，其實都係飯後食會比較好吸收啲。咁另外啦，如果你有食開甲殼素嘅話，要分開食嘅。大家知唔知甲殼素佢嘅功用係咩咧？甲殼素咧係幫你阻隔油脂嘅，即係佢會喺腸道入面結合呢個油脂，令到呢個油脂比較冇咁容易吸收。主要係減肥嘅呢一班人會用。所以咧，如果你今日有同時使用甲殼素嘅話咧，記得同甲殼素要分開。你嘅深海魚油最好係同甲殼素最少要分開2個鐘以上啦。咁究竟邊個適合 Herbalife 咧？就係想要促進心血管健康嘅人啦，又或者係大肚婆啊，已經餵緊奶嘅媽媽啊，又或者係小朋友已經大個咗，佢可以自己食魚油嘅話咧，都係好適合嘅。另外咧就係老人家啦，中老年人啦，想要預防腦部或者視力退化嘅話咧，其實都需要每一日食足夠嘅 Omega-3。咁發育期嘅小朋友啦，其實只要係腦部發育或者需要學習力提升嘅話咧，都需要 Omega-3 嘅。咁其實爸爸媽媽都可以一齊食嘅，因為對於保養我哋嘅腦部啊、視力啊，其實要年輕嘅時候咧就開始保養啦，可以減低呢個退化嘅機會。所以我哋今日咧嘅課程就到呢一邊啦，分享咗好多同魚油相關嘅一個資訊啦。咁希望今日咧嘅課程大家會有所得着。咁我哋下次見啦，拜拜。